46岁港星孙耀威最近在大陆平台开当网红，光是粉丝送的礼物就超过3亿元台币，短短2个小时，400万台币分红入袋。歌手孙耀威，海阔天空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镜头前自弹自唱 Beyond 的歌曲《海阔天空》，香港歌手孙耀威从去年11月开始当起主。歌手孙耀威，冷雨夜，在雨中漫步，尝水中的味道，仿似是每开平均都吸引多达350万粉丝，打破平台的观众人数纪录。伺服器还一度瘫痪2小时，粉丝抖内的礼物换算成现金高达7000万人民币，相当于3亿1500万台币。孙耀威光分红就赚进7位数字港币，相当于台币400万以上。歌手孙耀威要尝一下香港的奶茶吗？连吃饭也随手介绍。香港媒体报道，有平台以港币5000万元，大约2亿台币，邀请他加盟成为一哥。孙耀威成为首位获得大陆认证港星，泰做陈美诗也亮相，答谢网友支持。艺人蔡依林有传使出来了好开心！传是什么意思？传就是一个比车还要贵的礼物。到底我拿这些要干嘛呢？先前天后蔡依林在大陆接受采访时，荧幕上跳出各种图案，得知是粉丝送的礼物，霸气要歌迷把钱省下来，超直接回应获得赞扬。艺人迪丽热巴再说我今年几岁了？16岁了。还有女星迪丽热巴生日时开和大家聊天，同时上线400万人，还有粉丝不断送礼物，艺人的魅力带到平台上依然相当惊人。